所以五祖伊讲这个为呢为传承。那么在为传承当中，六祖受到咱五祖传到了，五祖为六祖讲金刚经，讲到第10分，讲经无所住，二生二世。讲到这个当中，六祖忽然开悟，本来就是开悟，是在迄印证当下呢，伊大彻大悟。所以呢，伊在大悟当中呢，伊才讲好义无成，自性本自清净，好义自性本不生变。好义自性本自无常，好义自性本无动摇，好义自性灵性万法。伊就讲，当咱伊接受五祖上道传落了，为说金刚经到了应无所住，二生二心这个当下，伊的智慧真正大开。所以因为伊大开了后呢，咱们五祖在讲真正修行就爱亲像安尼，爱摄取本心。那如果不摄本心，下法就无用。若摄本心见本性，即为丈夫天地书本。所以咱求着道了，已经了解道的真谛，咱大家已经找到真正实体，咱拢是已经摄取本心。那么咱摄取本心，反观倒转来，咱就是社会的一个条件，咱就是家庭一个方法，咱就是道场中的一个方法。所以咱在座各位前辈者，拢是咱普世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模范，修道的模范。那么因为咱就是因为了解道真理真天经，已经摄取本心，了解道的实体了，咱会当以身作则。无管天气偌寒冷，无管天气偌热，无管路偌远，无管代志偌济，咱拢会当甲做甲好势好势。在外向上是讲，咱将事在道路上的这个推动，其实在微观上是咱行一致。咱会当在不同的环境、处境、意见内底，咱会当把咱的私心不同，偏该人之事，做该人之事，说该说之话。那么自然而然的，咱的心在迄个形式内底，咱的智慧完全而生。那么智慧若生呢，咱自然呢，咱就会去发现家己，咱会当发现家己，咱会当做家己的主人。所以我做人讲，若不摄本心的，合法无用。你若无了解着这个本心本性的，无了解着本心本性处的这个因缘，咱所做一切只有落来，落在福报。福报我来写记录的。福报只是互你在后世人去享有了人间的好啊，但是你总是爱去接受世间的轮回。所以咱已经了解着自性当中的真实资料，咱会当照理而行，会当弃其本无，合本有。本来无物件，在咱修道过程当中，一点一滴慢慢甲写，安尼自性了的这个智慧，伊就亲像光共款，会愈来愈明。所以呢，乃当摄取本心，见本性，这为这名丈夫全是师傅，这就是做啥？做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的模范。在咱道场中，这就是真本性是咱的模范。这是在咱道场看一个世间的模范。那么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在无形的世界，一切世间天人，甚至呢，连遐个邪魔妖怪，看到咱而来尊重。所以呢，一境，即种这个修行呢，一境因报万邪。所以过去这个修道当中，我做在人讲，这个法呢，其实呢是以心传心，发展以心传心。这个发展妙义是与过去师秘鲁当中一代过一代，一代过一代传落来物件。所以咱一贯就是由成就老母娘这个一贯的这个真道，传到咱前人、咱天文书、甲咱各位的心上，这个一贯的道理无情间断，不曾间断，不曾间断。所以咱照这一贯道理当中，照这个理智性，到落去一定往下推到咱日本人。所以呢，过去修道甲传道呢，就是以心传心。那么在以心传心当中，上介绍呢，在这个生活相关内底呢，上介绍就是爱咱自我自觉，爱咱家己自我自觉。
咱最近公司有请一个即个园长是吧？咱就用修道的观念甲伊沟通。哦，伊虽然伊是读一个专科毕业的学生，但是总是在事务上伊有足侪入来所在。好，所以咱就来甲讲，你进入来做内容，你就爱基础做起。好，基础做起就开基层做起，做起了后呢，一方面爱工业爱好，一方面道理爱看，一方面数量爱少，一方面一寡即个建筑的即个专业爱去学。好，所以咱就来讲，咱3个月要甲伊上修，3个月来上修的话吼，要甲你试头路。表面上这是他的目标，但是对一个人才当中，伊的精进，好，伊的精进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如果伊今仔日来了解咱课程讲的这个方法，伊的心甲咱心两同，伊就会去做。好，伊去做呢，伊真做呢，伊就家己的自我评价。无上班要咱这出来等下咱看袂到啦。伊等于有你看册无？有你研究无？有你写无？咱唔知影。但是咱用着修道的这种理念，先把伊的观念先建立这种这个思想的一个基础，然后呢再看伊的发展。哦，所以呢，自古以来过去的训练是共款，伊无就甲咱勉强，无甲咱勉强，伊只是甲你讲你爱安怎做，爱安怎行，安怎修持，安怎落实，但是做唔做，甲伊无关系，做唔做甲啥关系？甲咱家己。好，丢着刀了后，你若看足济头啊丢着刀了后，足诚心，但是甲人会有啥会无看伊来去做，这就是伊本身的这个理念。好，所以咱过去在讲，丢刀一定爱啥爱有因缘，但是收刀一定要有智慧。好，丢刀要有因缘，收刀要有智慧。丢刀的因缘就是过去种来。